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变变疼，食血压压伤悬是食，压力伤大是食，压顿要食啥物是几日头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六六新闻，我是主播廖弟。司机歹，高雄有一个少年家想要开蹺蹊，不过伊的厝边隔壁4颗冷冻煞开一大堆蹺蹊啦。最后，伊就号一个非常低调的店名，叫做蹺蹊入口。有一天，一个人叫小菜，后来伊就迄个人拍面啦，为出来手头菜，这臭为着高考的，咱爸讲的这个笑话，我一定爱笑。找着性命回源头，只知性命到尽头，水挂全有国，经理尽性，医治医病，急急忙忙苦追求，寒寒暖暖度春秋，朝朝暮暮应家计，妹妹纷纷白了条，是是非非何时了？烦烦恼恼几时休？明明白白一条路，漫漫千千不轻收。影片到这结束，恁若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分享一下，顺续订来看。留着 camera 咪牌按起点准时好看影片，刷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爸啊，摕一支写歹伊的手机啊，去问市理论。爸啊，你的手机啊是安怎呢？我的开飞行模式就对你了。